賣手機嘅話要做車，做房地產嘅又要做車，賣電視機嘅都話要做車，依家連做空調嘅都話嚟做車。董明珠一定要倒車。格力空調董大姐正式宣布進入汽車市場，廣告語都幫你諗埋啦。好汽車，格力造。格力收購珠海銀隆新能源，成立上海格力汽車科技有限公司，正式加入到造車新勢力。格力整空調揾錢揾到盆滿缽滿，董小姐點解又要搞新能源車呢趟渾水呢？莫非你又要同小米一決高下？你過嚟啊！其實小米同格力嘅恩怨情仇呢，可以追溯到2013年，雷軍同董明珠同樣獲得咗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嘅殊榮。當時呢，雷軍就向董明珠下戰書，揚言響5年之後，小米嘅營業額會超過格力。如果贏咗呢，董明珠就要輸1蚊雞俾雷軍。但係董小姐呢，就完全不以為然，一上嚟就直接同你蘇嘿，1蚊雞賭咩嘢啊？要賭就賭10個億。果然係女中豪傑，豪言壯語。一個係手機界入邊嘅西門吹水，另外一個係空調界入邊嘅滅絕師太，兩大武林高手誓要一決高下。時間呢話咁快就到咗2018年，小米嘅營業額係1749億，而格力係1981億。第一局董小姐勝，天下武功無堅不破，唯快不破。隨後小米嘅米家智能生態業務範圍擴展到空調同埋其他家電。我舊年公司裝修，我哋亦都係採用咗小米嘅全屋智能。因為格力嘅空調咧，佢冇辦法兼容入去米家 APP 入邊，所以咧我當其時就買咗小米嘅空調，放棄咗格力。嚴格上嚟講咧，我都唔算係一個米粉，我從來都冇用過小米嘅手機。但係小米嘅產品咧就主打一個性價比高，從來都唔會蝕底嘅，符合年輕人嘅審美。我俾你睇下小米嘅空調，小愛同學，對，空調開到26度，最大風量。好的，好的。跟住咧，我再俾你睇下格力嘅空調，呢個咧係董小姐親自設計嘅玫瑰空調，意思咧係讓每個家庭都能擁有愛。就呢個設計，你哋打幾多分？響個彈幕上邊你哋寫出嚟。隨後咧，小米仲同美的、松下達成咗戰略合作。正所謂敵人嘅敵人就係我嘅朋友。一套組合拳之下，主打一個快準狠。2年之後，小米營業額反超格力。第二局雷軍勝。既然小米佢唔講武德，揾錢揾過界，咁就嚟一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。格力亦都開展佢嘅手機業務。做手機是分分鐘鐘的事情，太容易了。其實嘅想法咧，就想做一個全屋家電嘅中樞遙控器。本質上咧，亦都係等於做米家嘅智能生態，但係咧佢起步遲咗，做手機同做空調嘅打法完全就唔一樣，冇核心嘅技術研發支撐，依靠採購組裝貼牌代工嘅玩法，響手機嘅領域上邊係行唔通嘅。就憑你董小姐呢個開機畫面，就已經勸退咗不少嘅年輕人啦。冇幾耐，格力嘅手機業務就已經宣布破產啦。第三局依然係雷軍勝。依家格力殺到去做新能源車嘅賽道上邊，佢面對嘅唔淨止小米，而係6大門派：蔚來、小鵬、理想、小米、華為、特斯拉，個個都身懷絕技，武功高強。新能源車佢入門嘅門檻咧就非常之低，只要你有錢，咩人都可以做。其實新能源車佢嘅3電系統咧，並唔係最主要嘅技術關鍵所在。電車嘅真正發展方向係 AI 人工智能、無人駕駛。格力造車成唔成功呢？我哋暫時就未知，但係有一點可以肯定嘅咧，佢台車嘅空調就一定夠凍。人家咧根本就唔係喺度賣車，人哋係賣空調就送車，主打一個薄利多銷。好汽車，格力造，賣給你們要不要？咁多位老細，格力造車，你哋點睇啊？記得點讚、關注、留言俾我，下期再見。
我打了搞咁耐，你們唔係俾面先？